大家早晨，歡迎返到嚟我哋嘅節目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比較沉重，但係好值得我哋去擁抱嘅話題，就係照顧者嘅身心透支。其實喺我哋身邊有好多人默默地付出緊照顧住屋企嘅長者或者病患，但係佢哋自己嘅心靈係咪都好台呢？今日好開心可以請到 Dr. Charles 同我哋分享。Charles， 你最近接觸過嘅 case 入邊，係咪都發現好多照顧者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崩潰嘅邊緣？Kathy 真係多謝你帶出呢個咁重要嘅話題。係啊，其實照顧者透支 caregiver burnout 絕對唔係一個口號，而係一個好真實嘅社會現象。我哋睇翻明報之前有一篇專題報道過，香港有超過20萬個家庭正承受住極大嘅照顧壓力，入邊提到唔少慘劇其實都係源於孤立無援。作為一個 ENFJ， 我成日覺得人同人之間嘅連結係一種力量，但當一個照顧者將所有嘅能量都俾晒出去，而冇任何 refill 嘅時候，佢嗰種透支係由靈魂深處滲出嚟。好多時佢哋唔係唔愛屋企人，而係佢哋嘅愛之杯已經乾涸咗。喺學術上，我哋會睇呢件事為一個系統性嘅崩潰。當你24小時處於一個 hyper-vigilant 過度警覺嘅狀態，你嘅神經系統係會長期發炎。我見過好多照顧者，佢哋連喊嘅力都冇，嗰種無聲嘅吶喊真係令我好心痛。我哋需要明白，照顧者唔係超人，佢哋都係有血有肉，需要被關懷嘅個體。佢哋嘅付出唔應該以犧牲自己嘅生命力作為代價。真係聽你講到連喊嘅力都冇，我心入面都覺得好酸。好多時 INFP 好容易感受到嗰種沉重嘅情緒，我哋會好想同佢哋分擔。其實好多照顧者最難過嘅一關係罪疚感，佢哋會覺得如果我休息我就係自私，如果我唔開心我就係唔稱職。Charles， 你點睇呢種內心嘅責備？呢個 point 講得好啱。Kathy， 呢種 guilt 係一條好重嘅枷鎖。BBC 之前有一篇關於 mental health 嘅報導指出，照顧者往往會變成隱形病人 the invisible patient。佢哋將所有 focus 放喺對方身上，完全忽略咗自己嘅 need。我想同各位照顧者講， self-care is not selfish, it is essential。 試諗下，如果你喺飛機上面發生意外嘅時候，氧氣罩跌落嚟，空姐一定係叫你先幫自己戴好，再去幫身邊嘅人。點解？因為如果你窒息咗，你根本救唔到任何人。我哋喺心理學講緊嘅慈悲疲勞 compassion fatigue， 就係當你不斷感同身受，但又無從排解嘅時候，你嘅大腦會自動熄機，變得麻木。呢個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，但亦都係一個警號。我哋要學識去認同 validate 自己嘅情緒。當你覺得怠，覺得怨恨，甚至覺得想放棄嘅時候，唔好批判自己。呢啲情緒唔代表你唔愛佢，只係代表你真係好台啦。你要俾個空間自己去承認呢份脆弱，因為只有當你擁抱自己嘅脆弱，你先可以重新揾翻嗰份溫暖嘅力量。記住，你嘅價值唔係建立喺你做咗幾多上面，而係你本身就係一個值得被愛嘅人。係啊，一定要先照顧好自己。但我發現好多照顧者都係一班單打獨鬥嘅人，佢哋未必敢開口叫人幫手，可能係怕麻煩人，又或者覺得冇人會明。其實建立一個 support system 係咪好重要？絕對係，人係 social animals。我哋唔係設計嚟獨自承受咁大嘅負擔啦。好多時社會有一種標籤，覺得孝順或者愛就要親力親為，呢種諗法其實好危險嘅。我成日鼓勵大家要去揾同行者，你可以係參加一啲 NGO 嘅支援小組，或者同信得過嘅朋友傾訴，甚至乎只係簡單咁同一個明白你嘅人飲杯咖啡，嗰種 emotional support 已經可以令你嘅 stress level 降落嚟。喺系統理論嚟講，一個封閉嘅系統係會趨向亂序。Entropy 唯有引入外部嘅資訊同能量，呢個系統先可以維持運作。所以咧，我哋要打破嗰種家醜不可外傳或者自己事自己搞掂嘅觀念，嘗試去揾專業人士或者社區嘅資源，例如暫託服務 Respite Care。你要明白，求助唔係弱者嘅表現，而係一種充滿智慧同勇氣嘅選擇。當你願意將你嘅重擔分擔出去一啲咁多，你其實係為緊嗰段關係留翻一啲空間，等大家可以企下氣。愛係需要有空間先可以流動噶。如果你逼得太緊，愛呢就會變成一種窒息。愛係需要有空間先可以流動，呢個真係好有啟發性。如果個空間塞滿晒壓力同度，愛真係會變質成怨恨。
Charles， 對於嗰啲正處於透支邊緣嘅聽眾，你有冇一啲好簡單即時可以做嘅動作，幫佢哋攞翻少少平衡？有嘅，我建議大家由微細休息 micro breaks 開始。好多照顧者話：我邊有時間去旅行？我邊有時間去全日 SPA？ 係，我明白，但係你有冇5分鐘？只係5分鐘。喺呢5分鐘入邊，你完全唔做嘢，只係專注喺你嘅呼吸上面，或者係飲一杯你中意嘅茶，感受嗰種溫度。呢啲叫做正念時刻 mindful moments。佢可以幫你嘅交感神經系統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暫時冷靜落嚟。另外，我好建議大家寫情緒日記，唔使寫好長，只係寫低今日3件令你覺得仲好啦嘅小事，或者寫低你當下最真實嘅感受，寫出嚟就係一種釋放。仲有一樣好重要呢，就係要學習設定邊界 setting boundaries。你要清楚知道邊啲係你可以控制嘅，邊啲係你控制唔到嘅。你唔係上帝，你改變唔到對方嘅病情。你唯一可以做嘅係喺你能力範圍之內做到最好，然後就放手交俾時間。你要對自己有一份自我慈悲 self-compassion， 好似你對待你好朋友咁樣去對待你自己，同自己講一聲辛苦啦，你已經做得好好。呢句說話比起任何靈丹妙藥都更加有效嘅。辛苦啦，你已經做得好好，聽完真係好想喊。其實每個人都好需要呢份肯定。Charles， 最後你可以留低2-3個問題俾我哋嘅聽眾翻去思考下嗎？好啊，我諗大家靜落嚟嘅時候，諗下呢幾個問題。第一，如果你嘅好朋友處於你而家嘅處境，你會同佢講啲乜嘢安慰嘅說話？你會唔會對佢咁苛刻？第二，如果你今日可以為自己做一件令自己開心嘅小事，嗰樣嘢會係乜？第三，喺你嘅生活入邊，邊一個部分係你可以嘗試放手或者交俾其他人幫手嘅呢？希望呢幾個問題可以幫大家揾翻少少內心嘅空間。多謝 Dr. Charles 咁溫暖嘅分享。希望每一位照顧者喺照顧人嘅同時，都記得要抱抱自己。如果大家中意呢集內容，記得訂閱我哋。下集查找智慧，再見。